你試過喺條街度或者搭地鐵嗰陣，見到個阿叔着住對街市拖鞋，踢住條街坊短褲，望落普通到爆，心諗佢頂多咪係個朝九晚五嘅打工仔。但背後真相係，人哋分分鐘低調到喺中環坐擁幾層商廈，身家過億。相反，你可能又試過好辛苦咁慳吃儉用，儲咗幾個月人工，甚至刷爆信用卡，就係為咗買個印滿 logo 嘅名牌手袋，以為咁樣行出街就有面子有地位。但原來喺呢班真正嘅頂級有錢人眼中，你咁做反而係喺額頭上面寫住我係急切需要證明自己嘅基層中產。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香港人最唔想承認但又最需要聽嘅殘酷真相。喺我哋呢個城市，真正厲害、真正企喺金字塔頂層嘅富豪一早已經唔再炫富。呢個轉變絕對唔係因為佢哋突然變得謙虛，亦唔係因為乜嘢低調是美德嘅道德說教。背後最真實、最赤裸嘅原因係喺今時今日嘅經濟學同埋社會政治環境工具箱入面，炫富已經變成一件回報極低但風險同成本高到嚇死人嘅危險自殘行為。8年之間，頂級富豪嘅遊戲規則變咗，我哋由細到大，成個社會都灌輸緊同一套成功學邏輯：努力讀書、份好工、買名錶、揸跑車、住半山，最好再買埋遊艇，咁先叫做出人頭地。呢套思維唔係錯，但佢只係講咗故事嘅前半 part， 下半 part 亦係最關鍵嘅嗰 part。有錢人點樣喺大浪入面保住自己嘅財富，從來冇人教過你。我哋一齊睇一個真實嘅對比。喺2015年嗰陣，有個亞洲頂級富豪喺網上帶晒自己價值5億港元嘅私人遊艇。當時全港傳媒爭相報道，大讚佢係人生大贏家，連帶佢旗下上市公司嘅股價都因為呢份霸氣而升咗1成。但去到2023年，另一個身家差唔多甚至更有錢嘅亞洲富豪做法竟然完全相反。佢喺所有社交媒體上面徹底人間蒸發，冇遊艇相，冇名錶相，直情將個人品牌清得乾乾淨淨。你以為佢破產？錯啦！人哋嘅財富不單止冇縮水，反而喺背地裏靜悄悄咁翻咗幾番。短短8年，由2015年去到2023年，兩種完全相反嘅選擇，背後反映出全球財富嘅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洗牌。呢個喺全球爆紅嘅新概念叫做 Stealth Wealth 隱形財富或者 Quiet Luxury 低調奢華。根據數據顯示 Quiet Luxury 呢個關鍵字嘅搜尋量喺2021年到2023年期間，短短2年內暴升咗900個百分比。請大家記住呢個時間點，2021年正正係全球大通脹爆發、貧富懸殊問題變成各國政府政治焦點嘅風口位。呢個絕對唔係巧合。好多財經 KOL 同網上影片講到呢個話題，都只會用表面嘅心理學去解釋，話有錢人低調係因為有智慧、有品味，唔需要向外人證明自己。呢啲說話好聽，但太流啦。今日我帶大家睇深一層，用頂級金融機構嘅真實數據拆解3個重塑有錢人行為嘅冷酷商業邏輯。第一個，金錢新規矩，財富信號嚴重通脹，名牌一早貶值。第一個推動富豪引申嘅力量係財富信號嘅通脹，簡單講就係名牌已經失去咗幫富豪彰顯身份嘅語言能力。100多年前喺1899年，有個美國經濟學家寫咗本叫《有閒階級論》嘅名著，提出咗一個叫炫耀性消費嘅概念，意思即係越貴越搶眼嘅嘢，越多人睇到你，用緊你嘅社會地位就越高。由古羅馬貴族到現代網紅，大家都玩緊呢套規則，但呢套理論有個致命前提，呢個信號必須係真實而且難以複製嘅。依家呢個前提已經徹底崩潰，喺香港、廣州、曼谷甚至土耳其，你用幾百蚊就可以買到一個真假難分嘅頂級超 A 貨 LV 袋。就算唔講假貨，過去呢20年，亞洲中產階級急速崛起，真正的名牌消費一早普及化。根據權威奢侈品報告，全球奢侈品市場規模喺2022年已經突破咗3500億歐元，而真正嘅消費主力根本唔係班頂級富豪，而係一班月入3萬到5萬港元嘅中產。當一個普通打工仔只要儲2個月錢或者分期付款就買到一件 Gucci 或者戴到隻 Cartier 嗰陣，呢啲名牌對真正嘅億萬富豪嚟講已經完全失去咗階級區隔嘅功能。信號印得太多就同銀紙印得太多一樣，會貶值，會通脹。所以依家真正嘅富豪需要與一啲全新普通人根本複製唔到，甚至連睇都睇唔明嘅隱形信號。呢啲新時代嘅身份象徵唔係用錢就買得到，而係時間、頂層、人脈、稀缺知識同埋私人會籍。例如喺倫敦，香港一啲極頂級嘅私人俱樂部，入會費動輒幾百萬，仲要過5關斬6將，通過內部審查，排隊排足10年。
呢啲你根本冇辦法喺 Instagram 或者小紅書上面晒出嚟嘅嘢，先至係依家富豪圈子公認嘅入場券，傳統炫富專用嘅名牌，喺市場邏輯上一早已經對字面意義上嘅有錢人失去吸引力。第二個，金錢新規矩，高調代價太大，見光死嘅可見度稅。第二個力量更加赤裸，我稱之為可見度稅，意思係喺依家呢個網絡世界，你嘅財富越公開越全透明，你背後要付出嘅隱藏成本同代價就越高。呢種稅主要由4個高風險來源組成：法律與稅務審查風險。美國稅局一早有一套 AI 演算法，會自動將你網上展現嘅生活方式同你申報嘅收入作對比。如果你報稅報好少，但 Instagram 天天遊艇跑車，系統就會即刻 flag 你，啟動全面稅務核查。香港近年對於打擊洗黑錢、追查財富來源、不明個案嘅規管亦係越來越嚴。高調即係幫自己貼張請即查我嘅貼紙。人身安全風險。根據全球頂尖高淨值人士保險公司嘅研究，富豪遇到嘅罪案率同佢哋喺社交媒體上嘅曝光率係成直接正比。最經典嘅例子莫過於2016年國際名人 Kim Kardashian 喺巴黎酒店被綁架行劫，損失超過1000萬美元嘅珠寶。事後調查發現，劫匪完全係透過佢嘅社交媒體貼文，精準追蹤到佢嘅行駛路線、入住酒店同當日帶緊啲乜。商業與管理風險。哈佛商學院喺2022年度做過一份調查，研究咗幾百位大企業嘅 CEO， 結果發現平時個人作風高調、中意晒財富嘅 CEO， 當公司遇到財務危機嗰陣，被股東同董事局逼令下台嘅機率，比低調嘅 CEO 高出34個百分比。道理好簡單，公司業績唔好，要裁員減薪，叫員工共度時艱，但你個老闆轉頭喺網上晒新買嘅私人飛機，成間公司嘅管理公信力一秒即刻玩完。社會關係成本呢點香港人最感同身受。你一旦喺親戚朋友面前擺出大富大貴嘅姿態，隨之而來嘅就係無盡嘅麻煩。朋友謀你借錢，親戚要求你介紹工作，舊同學突然熱絡，慈善機構敲門，甚至萬一不幸離婚時面對嘅天文數字、財產分配、高調炫富帶來嘅一秒虛榮，背後換嚟嘅係無上限嘅人際拉扯成本。當你將呢4種成本加埋一齊，你就會明白，炫富喺依家呢個時代係一個純粹嘅蝕本生意，選擇隱形先至係符合經濟學理性嘅最佳決策。第三個，金錢新規矩，地緣政治動盪，浮面嘅資產最易被徵收。第三個力量係最少人公開談論，但影響亦係最深遠嘅。喺依家呢個全球政治不穩定嘅大環境底下，所有可見嘅財富正在成為最容易被重新分配，甚至被沒收嘅目標。呢個唔係乜嘢陰謀論，而係白紙黑字寫喺國際金融機構報告入面嘅現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早前發表過一份政策文件，建議各國政府為了解決疫情過後嘅龐大財政赤字，可以考慮徵收一次性嘅財富稅。而文件入面清清楚楚寫明，最容易執行、最容易定義同估值嘅針對目標，就係公開可見嘅資產，包括已登記嘅房產、豪華車輛同埋大額嘅公開銀行戶口。換言之，如果政策要開刀，邊個最顯眼，邊個就係第一批被徵稅嘅水魚。所以瑞士聯合銀行 UBS 喺佢哋嘅全球財富報告入面觀察到一個好明顯嘅資金流向趨勢。每當主要國家開始討論財富稅或者政局不穩嗰陣，大量資金就會即刻由房產、上市股票依類可見資產瘋狂流向信託、藝術品珍藏、私募基金依類隱形資產。香港由於其獨特嘅地理位置同歷史角色，對呢種全球資本行為嘅轉變感受往往係最深最快嘅。案例一，俄羅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之後，西方國家喺短短幾個星期之內就凍結咗俄羅斯富豪超過1000億美元嘅海外資產。但有趣嘅係，受重創嘅全部係那些高調將名下資產登記喺摩納哥港口、遊艇或者倫敦豪宅嘅富豪。相反，那些早將財富拆散放喺多層匿名信託、非公開股權或者日內瓦自由港藝術品入面嘅隱形富豪，身家根本毫髮無損。呢個案例話俾全世界有錢人知，財富嘅可見度直接等於財富嘅脆弱度。案例二，內地市場由2020年到2022年期間，胡潤研究院留意到一個史無前例嘅現象：內地有幾十位億萬富豪集體主動刪除晒自己嘅社交媒體賬號，大幅減少公開露面。原因大家都好清楚，喺共同富裕同加強監管嘅大方針之下，降低個人財富嘅曝光率係最精明、最理性嘅風險管理手段。
案例三，香港本地。香港作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嘅發達城市之一，基尼係數長期高企喺0.5以上。根據 Demographia 嘅報告，香港嘅樓價對中位數收入比例曾經高達23倍，意味住一個普通家庭要唔吃唔喝23年先買得起一間屋。喺一個咁壓抑、基層怨氣咁重嘅環境入面，如果有人仲喺網上大肆晒豪宅跑車，大眾接收到嘅信號絕對唔係羨慕，而係憤怒。香港有錢人好崇拜傳統廣東話，俗語話齋財不露白，呢4個字唔係迷信，而係幾百年嚟老祖宗喺社會動盪入面用血汗總結出嚟嘅財富、保命、智慧。呢場金錢新規則同普通打工仔有乜關係？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話，講咁耐呢啲都係億萬富豪先要煩嘅嘢啫，我每個月得幾萬蚊人工，關我一條毛事咩？如果你咁諗，你就大錯特錯啦。以下呢個部分可能係你今日聽完最扎心，但係對你未來人生最有用嘅財富課。我想大家同我一齊做一個簡單嘅思想實驗，想象一下時光倒流翻去10年前，你同你身邊2個實力差唔多嘅朋友，每人手上都有50萬港元嘅閒錢。第一個朋友佢選擇咗去買部2手名牌歐洲車，再用多10零萬去幾次歐洲、日本豪遊，住頂級酒店，餐餐食 Omix， 然後喺 Instagram 同 Facebook 瘋狂刷屏晒相。成功贏得所有中學同學、前度女友嘅讚嘆，覺得佢撈得好掂，剩返嘅錢就擺喺銀行戶口。第二個朋友佢一聲不響，將呢50萬港元全數分散投資，可能買咗美股指數基金，可能同人合資買個細小嘅工廈單位收租。佢唔係唔享受生活，而係佢選擇咗一啲唔會喺 Instagram 露面嘅高質素享受，例如買份最頂級嘅醫療保險，供條仔女讀好啲嘅學校，或者自費進修增值自己。10年過去，去到今日，你覺得呢2個人嘅實質財富差距拉開咗幾多倍？不用我俾精確數字你心入面都知答案係天文數字。呢個實驗唔係要大家做守財奴，唔准消費，而係要你明白一個核心金錢規矩。你每一筆花在想擺姿態俾人睇到我有錢嘅消費，本質上都係喺你嘅實質資產累積入面扣分。而你每一筆花在默默提升自己生活本質同資產底氣嘅錢，先至係真正嘅財富增值。香港係一個面子文化非常重、地位焦慮 （status anxiety） 極高嘅城市。好多人買名牌、揸好車，根本唔係因為真心中意嗰件產品嘅功能，而係因為內心對自己嘅社會階層感到不安全，需要用外在嘅物件去包裝自己。要打破呢個金錢陷阱，下次買任何奢侈品之前，不妨認真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呢件東西買完之後，全世界冇任何一個人會見到，亦冇得擺上網晒，我仲會唔會用呢個價錢去買佢？如果答案係唔會，咁你就知道呢筆消費純粹係你嘅地位焦慮喺幫你簽緊卡。特別係依家香港嘅後生仔女面對住高樓價、高生活成本，同時又要迎合社交媒體上各種精緻生活嘅虛榮風氣，壓力真係非常大。但正正因為咁，依家呢個時代嘅年輕人反而迎嚟一個最好嘅轉機，你可以有意識地選擇退賽，唔去玩呢場由資本主義同名牌堆砌出嚟嘅虛榮遊戲。總結。今日我哋由全球富豪嘅大趨勢講到國際金融報告，再講到大家日常嘅消費心理，結論其實得一個：喺呢個財富越來越容易被監控，同時亦越來越容易被針對嘅新時代入面，最聰明、最頂級嘅財富策略，永遠是讓你的資產大過你的形象，而不是讓你的形象大過你的資產。真正的有錢係你簽支票、做資產配置，甚至面對人生逆境嗰份底氣，而唔係你擺上網嗰陣人哋俾你嘅1-2個心。真正的自由係你擁有足夠嘅底牌，令你可以不需要向任何人的眼光、任何市場嘅波動，甚至任何政策嘅轉變而低頭，而絕對唔係你身上有幾多個名牌 logo 去包裝一個實質空洞嘅銀行戶口。10年前炫耀財富可能係一種彰顯實力嘅商業策略，但依家隱藏財富、悶聲發大財，先至係真正高段位嘅生存法則。睇完今日呢套新規則，下一步點樣做財務決定，就睇你點樣選擇啦。